2026年3月29日，基督苦難主日，聖枝主日。福音：馬竇所載主耶穌基督的受難始末，短釋27章11節至54節。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？那時候，耶穌站在總督面前，總督便審問他說：比拉多說，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？耶穌回答說：你說的是。當司祭長和長老控告耶穌時，耶穌什麼也不回答。於是比拉多對耶穌說：你沒有聽見他們提出多少證據來控告你嗎？耶穌連一句話也沒有回答，以致總督大為驚異。每逢節日，總督慣常給民眾釋放一個他們願意釋放的囚犯。那時正有一個出名的囚犯，名叫巴辣巴。當群眾聚集一起時，比拉多對他們說：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哪一個？巴辣巴，或是那稱為默西亞的耶穌？原來比拉多知道他們是由於嫉妒才把耶穌解送來的。比拉多正坐堂時，他的妻子派人到他面前說：你千萬不要干涉那義人的事，因為我為他今天在夢中受了許多苦。司祭長和長老卻說服了民眾，叫他們要求巴辣巴，而除掉耶穌。總督又向他們說：這兩個人中，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哪一個？民眾說：巴辣巴。比拉多對他們說：那麼，對於那稱為默西亞的耶穌，我該怎麼辦？眾人回答說：該釘他在十字架上。總督又問：他究竟做了什麼惡事？他們越發喊說：該釘死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見事情毫無進展，反倒更為混亂，就拿水當着民眾洗手，說：對這義人的血，我是無罪的，你們自己負責吧。全體百姓回答說：他的血歸在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。於是比拉多給他們釋放了巴辣巴，把耶穌鞭打了以後，交給人釘在十字架上。猶太人的君王，萬歲！那時總督的兵士把耶穌帶到總督府內，召集了全隊，圍着耶穌，脫去了他的衣服，給他披上一件紫紅色的外氅，又用荊棘編了一個瓷冠戴在他頭上，拿一根蘆葦放在他右手裏，然後跪在他面前，戲弄他說：猶太人的君王，萬歲！然後兵士向耶穌吐唾沫，拿起蘆葦來敲他的頭。戲弄完了，就給他脫去外氅，又給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帶他去釘在十字架上。與耶穌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，還有兩個強盜。他們出來時，遇見一個基勒乃人，名叫西滿，就強迫他背耶穌的十字架。到了一個名叫哥爾哥達的地方，即稱為髑髏的地方，他們就拿苦艾調和的酒給耶穌喝。耶穌只嘗了一嘗，便不願意喝。他們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以後，就拈鬮分了耶穌的衣服，然後坐在那裏看守他。在耶穌的頭上放了他的罪狀牌，寫住：這是耶穌，猶太人的君王。當時與耶穌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的，還有兩個強盜，一個在右邊，一個在左邊。如果你是天主子，從十字架上下來吧。路過的人都搖頭辱罵耶穌說：你這拆毀聖殿而3日內重建起來的，救你自己吧。如果你是天主子，從十字架上下來吧。司祭長和經師與長老也同樣戲弄耶穌，說：他救了別人，卻不能救自己。
他既是以色列君王，現在從十字架上下來吧。我們就信他，他信賴天主。如果天主喜歡他，現在就該救他，因為他說過：我是天主子。同耶穌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強盜，也這樣譏笑他：厄里，厄里，勒馬撒巴赫塔尼。從第6時辰起，直到第9時辰，遍地都黑暗了。約莫第9時辰，耶穌大聲呼喊說：厄里，厄里，勒馬撒巴赫塔尼，就是說，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為什麼捨棄了我？站在那裏的人中有幾個聽見了，就說：這人呼喚厄里亞呢？他們中有一個人立即跑去，拿了海綿，浸滿了醋，綁在蘆葦上，遞給耶穌喝。其餘的人卻說：等一等，我們看是否厄里亞來救他。耶穌又大喊一聲，遂交付了靈魂。看，聖所的帳幔從上到下分裂為二，大地震動，岩石崩裂，墳墓自開，許多長眠的聖者的身體復活了。在耶穌復活後，他們由墳墓出來，進入聖城，顯現給許多人。百夫長和同他一起看守耶穌的人，一見地洞和所發生的事，就非常害怕，說：這人真是天主子。上主的話。交付了靈魂。這張福音邀請信徒進入十字架的默觀，看見痛苦中的救恩、死亡中的希望，以及被棄絕中的愛。上主，求你以你唯一聖子的苦難，寬恕我們的罪過。我們的行為雖然不配，但求你因你聖子獨一無二的祭獻，憐憫和寬恕我們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阿孟。